平均大哥安排各听歌曲《心爱的人》共同欣赏，谢谢，感谢。各位长辈加主持人以及专大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你是不是姓？你姓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你姓王，不是幸福哦。还是卡拉 OK 小王子？卡拉 OK 小王子，是你是舞台上的小王子啦。哦，你看一唱歌呢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非常的享受哈。这个舞群是大哥带来的舞群吗？舞群由我们那个阿雪小姐，她特别那个培训出来的。所以老师啊。不是老师，都是歌友的歌友哦，歌友啦，他只是有新安排，然后排练出来的。所以刚刚的舞蹈是你排的啊？哎呀，我可以加入吗？这次第一次特别有从印尼邀请一个小美女来参加。等，
你是印尼来的啊？对。哎对呀，好棒！来台湾多久啦？啊，多少？我来听。10几年了。10几年了，你看多腼腆啊！第一次来。第一次哦，好不好玩？台湾人很好，也欢迎你哦，非常欢迎来到台湾哈。澳抓，你有来，真心为美女一定要来。这几位都跳得很好。都要常来，好不好？好像专业的。很棒，谢谢大哥，也谢谢我们4位美女，谢谢。